Hello， 大家好啊，起家豪記啊，哇，坐住喺呢度唔想喐啊，因為咧呢個景觀咧真係非常之治愈啊，哇，坐住喺呢度望翻大橋，望翻海，望翻山景，好似住喺海上嘅感覺。但係無論點都好哈，應該搬磚嘅話就係要搬磚咯。今日咧嚟到我哋融創呢邊咧，分享到一個兩房單位俾到大家。咁底下呢個單位啦，成個內籠啊，冇咩大問題嘅。咁啦，肯定即係話咧 B1 呢度交樓都有幾年時間啦啊，肯定有少少舊嘅。但係咧買翻嚟之後咧係唔需要油嘅。成個單位啦，除咗呢個家私咧係比較一般般之外咧嚇，其他都冇咩大問題啦。因為咧佢本身呢個單位佢都係用嚟度假用嘅，所以咧嗰啲家私家電咧用材用料咧唔係話特別好啦，但係佢勝在有啦嚇。先同我哋入戶門呢度開始睇下，交標嘅入戶門啦嚇，拍家鎖已經壞咗啦，後期嘅話換翻個鎖啦，然後咧開放式嘅廚房啦，廚房呢度有個雪櫃甩位啦，然後啲櫃咧都係冇咩問題嘅嚇，啲櫃咧都保養得好好啊，都裡面都好乾淨嗰棟咯啊，然後咧呢個工作台咧睇下。哇，黐到有啲肉酸啊！後期肯定要成日全部重新搞一下呢度。其他呢啲硬件係冇咩大問題嘅，啲櫃呢啲啊，裡面咧都保養得好好，都冇問題。入翻嚟睇翻第一個房間先，第一個房間咧發展商交標嘅櫃喺甩位呢度，裡面嘅內籠冇咩大問題，用嘅唔係嗰啲吸頂燈，筒燈嚟嘅。有埋冷氣機，呢個房間最正嘅係咩地方呢？就係咧高度隱私嚇，私密性非常之高。因為咧出面唔係我哋平時喺開嗰種 B 區嘅兩房啦，出面就係話走廊過道，呢度唔係，呢度直接可以望山景高度隱私嘅一個房間嚟嘅，兩間房都係，呢間房望山景，嗰間房望海景。入翻嚟睇下洗手間，呢種洗手間咧係我個人嚟講係非常中意嘅，因為咧佢一個洗手間相當於係一個房間咁樣除咗呢出邊咧有一個門之外，實木嘅門，呢個門咧都保養得非常之好，而且咧非常之有嗰種話現代風啦呢種奶白色嘅呢種門好有 feel。入翻嚟瓷磚上牆，然後咧做埋一個實木嘅呢個天花。但係咧呢個天花咧唔係幾好，因為咧呢度有呢個修補嘅痕跡。不過呢個嘢唔貴嘅，後期我哋可以換咗佢，換翻依家比較現代風嘅呢種鋁扣板啦嚇。因為呢個鋁扣板嘅話，好似35到40蚊一嚿咁樣咯，都可以搞掂啦。然後咧非常之大嘅呢個洗手台啊！哇，呢個洗手台嘅話，兩個人喺呢邊。實牙前面都係夠用嘅，然後咧呢個鏡櫃都非常之大咯，可以收埋好多嘢嘅呢個鏡櫃。但係咧有少少舊啦後期咧睇下大家要唔要去更換咯。都係傳統嘅抽水馬桶然後咧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呢個企缸位，3個人企入嚟都係冇問題。仲有非常之大嘅呢個採光窗私密性一樣都係非常之高啊，因為咧。同我哋第一個房間嘅朝向一樣，都係望翻個山景。出翻嚟睇下呢個客廳，客廳呢度佢已經幫我哋擺咗一張呢種4人位嘅餐台啦，好細細地嘅。咁如果話大家中意望翻呢個海景嘅話，後期可以喺呢邊做翻一個吧台啊，吧台坐住呢度可以一邊食嘢一邊睇翻呢個海景。咁呢種吧台式嘅話，如果我哋平時2個人住嘅話，我覺得呢種吧台式嘅餐台咧，都係覺得係最啱嘅，比較有呢種現代風嘅感覺啦客廳呢度，呢個櫃咧係比較肉酸少少啦好老啊，感覺咧呢個櫃嘅年紀應該同我嘅年紀都應該差唔多啦冇電視因為咧個業主好少翻嚟住啦然後咧，佢呢度除咗話有呢啲吸頂燈之外咧佢裝咗一種呢種燈。哇！呢種燈咧
大家唔好睇呢種燈話，好似睇上去唔係幾好睇啊。其實佢晚上咧，如果話晚上嗰陣時咧，呢種燈咧開咗之後咧，話成個呢個客廳咧非常之有嗰種氛圍感，即係暖黃色嗰種啊，好溫暖嗰種感覺。布藝沙發3人位嘅布藝沙發咧，仲有非常之大嘅位置，可以大家咧仲可以擺翻張貴妃椅啦，但係咧，我哋呢度咧就係坐翻張呢啲咁嘅台，咁望出去咧都 OK 下嘅。入翻嚟睇下房間，房間咧擺嘅呢個家私都係比較簡單，都係我哋呢種傳統嘅實木床啦，好硬淨啊個質量啊，我估嘅話跳上去揼翻兩腳都應該都唔會穿窿啊呢個床。有個甩位啦甩位都係做翻呢個衣櫃。咁 B1 咧，其實個 B1 嘅設計咧，我覺得呢個 B1 B2 嘅呢個設計咧，佢比嗰個 B345嗰種設計嗰種甩位嘅設計咧，其實咧，我覺得佢比較好啲嘅，因為咧佢唔使話另外咧留出空位嚟做翻個衣櫃，佢已經幫我哋做好晒啦同樣啦內籠呢邊咧都冇咩大問題，但係咧佢呢個牆佢有油過啊。油過咧，顯得唔係好啱咯一邊比較白，一邊冇咁白，建議大家後期要重新油一下呢個單位啦。出翻嚟露台咧都算係幾方正啦露台咧呢種露台係差唔多去到有6米嘅呢個露台可以擺翻張餐台都係冇問題嘅，而且咧呢種咁嘅露台咧，後期咧就算係做風窗嚟講咧，都係屬於話可以比較方便做風窗嗰一種咧，因為咧佢嘅呢個露台咧唔係好似話有啲我哋前面 A 區嘅嗰啲露台咁啦個形狀咧唔係好規則嗰種，就算你話要做風窗都好，後期會比較麻煩少少啦出翻嚟睇翻個件先，屬於高樓層嘅一個單位嚟講望出去嘅呢個景觀啦。其實都係非常之靚嘅，咁融創呢邊大家都知啦望來望去睇來睇去，至於話樓嘅質素點樣咧呢個係價錢市場去決定，但係咧佢個景真係冇得彈咯，真係非常之靚咯，而且樓下咧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呢啲花園啦有埋個沙灘跑步、散步、游水。非常之啱話我哋平時用翻嚟度假養老或者過嚟咧有陣時話工作非常之忙工作日嘅時候咧好辛苦好攰做到，但係咧哇你周末咧上翻嚟呢度住翻2日咧，嗰種疲憊感咧俾呢啲咁嘅度假 feel 一相沖咧冇晒疲憊感，到咗工作日。又係即係點講咧復活嘅一日。咁單位就睇晒啦一個84方嘅融創2房單位係位於我哋喺呢個 B1 嘅高樓層啦價錢咧都算係 OK 408000就可以攞低，而且呢個單位咧佢冇欠款冇抵押，業主話隨時可以去交易但係咧呢個單位咧。建議大家咧買翻嚟之後咧細質一下，唔使需要好多錢，可能都係18000嘅事啦將嗰啲應該執嘅執一下咯住起身比較舒服。有興趣嘅話就聯繫我。融創呢邊咧唔單止有2房，一房啦，一房10零萬嘅都有嘅，或者係 B 區嗰啲一房嘅話貴少少咯，不過都唔使超過20萬就可以攞低啦。至於話融創呢邊嘅配套嚟講佢呢邊嘅配套咧就一般般啦但係咧係屬於嗰種比較接地氣嘅，即係充滿咗嗰種煙火氣嗰種配套啦快餐啦、小炒海鮮大排檔。出去嘅話呢邊嘅話佢自己係有呢個業主巴士嘅，不過咧一日得2班，朝早一班，下晝一班。朝早嗰班就出高鐵站，下晝嗰班咧出3期嘅呢個商業街呢邊啦但係咧呢邊融創呢度建議大家咧。買翻個高爾夫車自己去揸下都 OK 下嘅。咁單位就睇晒啦，有興趣聯繫我上面咧有我嘅呢個二維碼可以聯繫到。咁呢期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失去，未盼卻在手。我得到沒有，沒法解釋得失錯漏。剛剛聽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裏追究。一生何求，常判決放棄與擁有，耗盡我這一生，捉不到